好啦，開始啦！呢個時候呢，就係2025年嘅10月15號早上8點45分啊。咁今日呢，就快活谷夜賽有9場嘅，因為今日呢，就想羅湖呢，就睇牙，咁所以就早啲拍呢條片出嚟，咁分享一下。咁講翻我之前嗰日嘅往績嚇，咁好僥倖。孖 T 第7場嗰條孖 T 呢，金小子嗰條孖 T 場合呢，就有少少唔抵嚇。我睇翻，我以為我自己中咗嗰條孖 T 57,000幾嘅，因為呢頭關中咗啦。金小子關鍵咩嗰隻嚇。咁另外嗰個我係過咗關嘅。二重彩過咗關嘅嚇，1740幾嚟射咗下邊個關，不過太熱啦，幾蚊注都分得唔多，幾千蚊。坦白講，當日呢，我係應該總數都收過萬嘅，都收過萬嘅。咁但係呢，就呢輪嚟講，我自己都好感覺上呢，我自己俾料出嚟呢，就經常都唔中啊。同上一季比係爭啲嘅，上一季呢，有好多時都係俾料出去中嘅，咁有時自己都會輸嘅。咁但係今次呢，就係有幾次都係俾啲料出嚟都唔準，咁但係我繼續努力啦。我覺得我自己都係要，因為呢，我係熱門馬都係嗰個熱門馬留翻俾啲主持人介紹啦，我就都係靠你冷門。咁當然啦，冷門就會有風險㗎啦。咁大家作為一個參考啦，唔好跟到足嚇，因為我係會好冒險揀啲馬。因為以今晚嚟講，我覺得呢都係半熱門馬係會佔優啲嘅今晚嚇。但係我依然都係揀幾隻冷門啦，我揀幾隻冷門啦。上一期我介紹呢個黃志宏做呢個騎師王，唔係騎師王啦，即係介紹要留意黃志宏啲嘛。咁佢都有交出表現，都有 win 嘅。另外嗰4個騎師嚇，黨明朗、潘明輝、金成剛同埋呢個潘大偉呢4個呢，今晚個都係會比較惡劣啲啊！嗰手落成嗰紮馬都係比較惡劣啲嘅，我睇都係有少少位置嘅啫。想 win 都仲係有啲難度啊！今日咁，但係我整體嚟講，我覺得應該係潘明輝同埋呢個金成剛呢係會首先破處嘅嚇，我覺得首先會破處就係呢兩個。因為而家仲係處男，兩個都4個都係仲係處男，仲未 win。咁我睇今日呢個場合，我其實係想，我首先我介紹咗3400先嚇，獨贏位置過關嘅3400。第2場我介紹呢個梁家俊嗰隻3號真金奪冠，因為呢隻馬呢跟咗成，我睇咗佢成2季嘅啦。咁有時有跟佢，有時冇跟佢啦。咁減分減到過晒龍嘅呢啲馬，應該操起咗個時間呢，應該呢日 win 上呢隻真金奪冠。係。咁另外就係第4場都係黃志宏嘅，我就兵行險著，有2隻熱門呢，我就又唔係放低嘅，只不過我就揀咗1號嗰隻雲來五寶啊，呢隻都係黃志宏嘅。咁另外最揀多一隻黃志宏嘅馬就係第5場嘅7號馬青春力量呢隻馬7號嘅，咁就可以整條3400啦。咁另外我亦都係建議買正 Q 為止過關嘅，都係第2、第4、第5場啦。呢度就真金奪冠，我係會搭呢個比較冷啲嗰隻叫做盈利駿馬嚇。咁呢隻馬大家可能未必夠膽買落去啊，我覺得，因為隔夜都冇咩飛嘅嚇，冇咩人落隔夜飛。咁盈利係呢啲馬，我覺得好似係放頭嘅。咁我覺得可能會原揚翻佢以往嗰啲，可能同一個馬主㗎啦。呢啲係盈利係嗰啲係放頭，亦都好中意玩突擊嘅呢隻馬，所以我就用命論騎單棍真金奪冠搭呢個盈利寶馬。好啦，第4場啊，雲來五寶係搭邊隻呢？
第四場就係運內五寶搭呢個係一個自入派，一個呢個雷神太保咧，我就放低咗自入派嘅，我就揀咗嗰隻雷神太保後上嘅嚇，發覺谷啦。講真嗰句咧，後上馬係爭啲嘅，咁但係呢隻馬係擺到布文上去啦，咁自入派又好想贏嘅，成日跑第二咁樣，就唔係話自入派冇機會贏。係我揀咗7號啫，咁就諗住佢會冷嘅，咁但係呢隻又唔係冷喎，次熱門嚟嘅雷神太保家嘢都咁好啦。第三關咧就係第5場嘅7號青春力量，去搭邊隻咧？我係搭咗呢隻10號嘅旋風傳奇。咁呢隻馬又係啲有少少感覺上好似冷殺手咁，但係隔夜賠率就得6倍幾嘅嚇，睇下臨場會唔會回翻冷啲。因為呢隻馬咧不嬲都唔會大熱刺嘅，我覺得可以跟嘅呢場馬。當然啦，頭1、2場一定係正路啲㗎啦。咁3、4、5、6場呢啲開始就會亂地㗎啦，就會開始亂。咁但係有重心嘅嚇，譬如飛輪霸嗰啲馬都唔買都唔得嘅，應該馬係超細班㗎啦，都出嚟收籌咁嘅啫。咁另外就再介紹埋多一條3T，因為都一段好長嘅時間未試過買3T嘅，3T 嘅成本太重啦。咁呢次我就3T嚟講咧，我就用2場雙膽，咁尾關咧就係5隻複式咁樣嘅。咁希望有安慰獎收啦，係嘛？可以補下本啦。頭關係第5場嘅嚇3T。就係7號、10號，就啱啱剛才講完嗰隻青春力量同埋嗰隻10號旋風傳奇。咁拖腳嚟講就拖1、4、5、6、8。咁另外尾次關咧就係3號、6號，即係飛輪霸同埋呢隻叫做二槍精神嘅。呢場馬特別要提一提嗰隻12號馬，其實36或者32做膽都可以，我覺得。因為我係睺呢隻冷冷地12號嘅小王爺嘅，咁但係而家都拖啦。第次關就係3號、6號膽拖1、4、5、12。另外尾關嚟講就第7場嘅嚇，咁啊考慮咗好耐嗰隻1號，咁啊放低咗1號，因為呢隻馬係呢場馬，因為超比當然係超細班㗎啦。如果要贏嘅時間咧，佢要咁掃晒嘅。咁但係上場咁樣跑法咧。雖然係泥地啫，咁樣跑到咁差，一出就又包尾咁樣，經個狀態未操氣嘅啫，可能估計佢係部署減一段時間嘅分數咯。咁呢場馬我就揀咗係2號、3號、5號、8號、9號，全部都係牌面馬嚟㗎，唔冷㗎嚇。尾關反而我用翻啲熱門嘅，就冇乜大冷門侵落去嘅尾關，係啦。咁好啦，咁就唔需要講咁多啦嚇，就都差唔多啦，都要準備起行。好啦，今日就係咁多。